大家好，歡迎嚟到多先生嘅涼茶鋪，我係多先生，一齊坐低飲啖涼茶，吹下水。嗨，各位朋友，今日我哋要踏上一段神秘而震撼嘅旅程，穿越返去幾千年前，去探尋嗰段古老而璀璨嘅埃及文明。喺正式開始之前，要先同大家介紹一把開啟古埃及文明大門嘅鎖匙——埃及學。埃及學係一門專門研究古埃及文明嘅學科，從語言、文字到歷史、文化藝術，涵蓋超廣。佢嘅誕生得從1822年法國學者商博良成功識讀古埃及象形文字講起。從嗰次之後，世界各地嘅學者都一頭湧進呢片神秘領域，不斷挖掘古埃及嘅秘密。古埃及人將自己國家嘅歷史按王朝劃分，一共有31個王朝。後嚟19世紀西方史學界又進一步把呢啲王朝按照統一分裂嘅情況分成咗早期王朝、古王國、第一中間期、中王國、第二中間期、新王國、後王朝7個階段，再加上早期王朝之前仲有一段奴隸制小國萌生發展嘅前王朝時期，總共就係8個階段啦。呢8個階段就好似一部完整嘅史詩，記錄住古埃及文明從誕生、成長到輝煌衰落嘅全過程。要講古王國時期嘅明星法老胡夫，絕對係 C 位。佢係第4王朝嘅法老，在位嘅時候實現咗中央集權嘅專制主義統治。為咗俾自己做一座超豪華嘅陵墓，佢大手一揮，下令建造咗吉薩金字塔。呢個金字塔係7大奇蹟之一，用咗230萬嚿，平均重達2.5噸嘅巨石，每一嚿都超級重。當時嘅人到底係點樣將大石搬運壘起嚟嘅呢？到依家都係個未解之謎。古王國時期真係古埃及文明嘅第一個大高峰，時間大概係公元前2686年到公元前2181年。嗰陣時銅石並用文化真係繁盛，睇下呢啲出土嘅銅器、石器，工藝精細到令人讚嘆。同時文字都係呢個時期不斷咁完善。古埃及人創造嘅象形文字，一開始係簡單嘅圖形符號，用嚟記錄事物，後嚟慢慢咁變得越嚟越複雜，越嚟越系統。呢啲文字唔單止係交流嘅工具，更加係古埃及文化嘅瑰寶。時間向後推，到咗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070年嘅新王國時期，埃及搖身一變，變成東方帝國，青銅文明都達到咗全盛狀態。呢個時候，首都底比斯嘅阿蒙神廟就叫一個宏偉壯觀，仲有王靈谷同埋尼羅河西岸墓地，裏面數以千計嘅墓葬，裏面藏住數唔清嘅古埃及珍寶。新王國時期出咗好幾個超厲害嘅法老，圖特摩斯3世，佢係第18王朝嘅法老，帶住埃及軍隊南征北戰，將埃及從一個地域性王國變成咗洲際大帝國，所以佢被人民稱為古代世界嘅拿破崙。仲有哈特謝普蘇特，佢係埃及嘅武則天，上台之後主張停止戰爭，大力發展商貿，而且特別鍾意建造神廟。喺佢統治期間，埃及嘅經濟同文化都得到咗好好嘅發展。好啦，今日關於埃及文明古王國、新王國時期，仲有重要王朝同國王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先。埃及文明就好似一座挖唔完嘅寶藏，仲有超多有趣嘅內容等住我哋去探索。如果覺得今日嘅內容有意思，幫手俾個 like 同埋訂閱一下，我哋下期繼續發掘埃及文明神秘又好玩嘅事。